誠實與誠信，天生還是教養。我哋常常睇到一個有趣嘅現象，即使嚟自同一個家庭，由同一對父母養育，兄弟姊妹嘅品格亦都可能天差地別。有啲孩子誠實可靠，有啲卻可能投機取巧。咁樣讓人思考，誠信呢種品質究竟係與生俱來，定係後天培育嘅結果？科學研究話俾我哋知，答案並非二選一，而係兩者相互影響嘅結果。先天嘅種子，每個孩子出生嗰陣時都帶住獨特嘅天性，有啲嬰兒可能天生氣質較為謹慎、敏感，對規則有較高嘅順從性，而有啲則可能更大膽、衝動，喜歡挑戰界限。呢種與生俱來嘅氣質就好似一粒粒唔同嘅種子，決定咗佢哋未來發展嘅初步傾向。例如，共情能力較強嘅孩子可能更容易體會到欺騙對他人造成嘅傷害，從而更傾向於誠實。後天嘅土壤，然而先天嘅種子能否生長茂盛，直至開出誠信之花，關鍵在於後天培育嘅土壤。父母嘅教育係呢片土壤中最核心嘅養分。通過樹立榜樣，以身作則，明確期望，教導是非對錯，父母能夠將誠信嘅價值觀深刻咁傳遞俾下一代。當孩子知道誠實會得到理解與引導，而非嚴厲責備，佢哋先至更有勇氣選擇正道。點解同樣嘅土壤生長出唔同嘅樹？呢個正係問題最複雜亦都最關鍵嘅地方。即使父母盡心教導，孩子們嘅成長環境亦都並非完全一樣。出生次序、父母喺唔同時期嘅經濟與情緒狀態、佢哋結交嘅朋友、遇到嘅師長，呢啲微妙嘅差異都會對每個孩子產生獨特嘅影響。一個孩子可能因為結交良友而強化咗家庭嘅正面教導，另一個卻可能喺外界誘惑或者同輩壓力下選擇咗嗰條看似快捷嘅歪路。佢哋或者知道嗰係錯嘅，但係佢錯誤咁認為呢個係解決問題或獲得認可嘅途徑。結論而言，誠實與誠信並非注定，而係一場漫長嘅培育。先天因素俾咗我哋一個起點，但後天嘅教育與環境先至係塑造品格嘅決定性力量。父母無法選擇孩子嘅天性，但係可以努力提供最肥沃嘅土壤，並警惕外界嘅不良風雨，引導每粒獨特嘅種子朝住光明正直嘅方向成長。